市长以及李翠芝李议员咱在座所有来参加咱今日采借乡亲大家好。真欢喜咱连续拢安尼咱这政治工业区救亡府会上来就元宵进行当年演耍来办这个活动，足有意义的啦新疆年头，我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多谢。谢谢区长谢谢台上所有4位的贵宾还有台下所有人山人海的那个与会的贵宾我们1分钟后准备要启程了，那最后一门炮就不等着我们区长点燃之后，我们就出发了，好不好？在这里给自己热烈掌声感谢自己，关心自己感恩谢谢你们，谢谢。来，我们慢慢走，我们准备开始了。我讲完之后剩下50秒50秒后准备点燃那个启程的炮咱离那个1公里外的那个义团顶头准备我们的阵团就排到1公里外了谢谢，感恩。新营文化中心这边的大活动是新营延平进王湖的，刚才正好延平进王湖要进活动。